Otoko Gumi of the Gunma Prefecture from Takasaki High School。今天他们要带给我们的和太鼓的表演呢，什么是和太鼓？和太鼓呢，就是利用大小不同的太鼓，打击出丰富有层次的音乐。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还有吹笛来增加表演的特色。他们今天要表演的是高崎高校的和太鼓的看板曲目，叫做《羊传说》。羊传说就是要表现出羊群被牧羊人所追赶的状况，羊群奔跑的时候激烈的一个气氛。他们的表演特色，强而有力的打击，带给观众震撼的感受，视觉上的享受。好，我们掌声欢迎 Wadaika Drum Club Otoko Gumi Gunma Prefecture。日本和太鼓。妈咪，你觉得那